过来看这个屏东恒春嘛，同款是咧落大雨。虽然无到停班停课的标准，不过因为昨是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所以这渔船无法度出港。垦丁有几若搭海山埔嘛是由封锁线，连这水上活动嘛是全面禁止。这毋但影响到当地的观光，这游客行程嘛同款受到影响。渔船用锁固定，对风影一直游。为怕风台在10月暗时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后壁互渔港渔船全部提早回港。海上我布了啊，对啊，现在都不能出港啊。除了渔船、游艇同款无法度出港，就惊风影造成损毁。业者19透早为游艇拔锁加固。渔港海产街餐厅业者无行准备食材，原本应该人真济就业，因为风台游客减少，业者真无奈。昨天都没有人了。水上活动业者的柜台写今仔日公休，南湾风险大大增强。海警发布，昆丁沿海全面禁止水上活动，业者损失自己的收入。有业者到南湾顺时放伫岸边的游具，翻落海水会饮着。新台拢到遮，新台若中台有人需要就起来到遮，无以前啦。按看伊的潮水啦。尽管屏东今天呢是没有停班停课的，但在南湾的沙滩这一边呢，因为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，所以沙滩目前是封闭的状态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游客在观浪。风台若影响关路业者生意，也打乱游客行程。有越南籍游客原本打算伫垦丁耍2日，不过水上活动拢无法度耍。看这个台风过来了，回去了。垦丁早起雨虽然无大，不过沿海海水悬，而且有大风，游客无法度落水，可能到船旁照这所在看海景。游客也希望赶紧解除海景，让因继续行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